好再話越南治安差啦，街上面咁多摩托車，你睇下有冇人搶手機？越南究竟安唔安全？如果你計劃去越南，但係對呢度唔太熟悉，咁就要認真睇完呢段內容，尤其係第3點。首先，越南同我哋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，政局都算幾穩定。如果唔計新加坡，越南可以話係東南亞地區安全指數最高嘅國家之一。點解要撇開新加坡？因為新加坡係發達國家，國土面積只係越南首都大概1/5，根本冇得比。一講起越南呢，好多人都會即刻諗起割腰子嘅，但係實際上越南政府對電信詐騙行為咧係採取零容忍態度嘅，而且越南境內咧根本就冇所謂嘅詐騙園區，呢一點咧大家可以放心。第二，越南人民一向以淳樸友善、熱情好客出名，無論你行緊熱鬧嘅市場街頭，亦或坐喺唔起眼嘅路邊小食檔，總會遇到當地人真誠嘅微笑，甚至會喺能力範圍內主動幫你。第三，越南政府喺好多公眾場所都安裝咗監控系統，仲有交通警察日常巡邏。呢種現代化嘅安保系統唔單止令本地居民安心，亦大大提升咗遊客嘅安全感。當然，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冇絕對安全或者危險嘅地方。喺越南旅行期間，大家仍然要注意保管好個人財物，出街時又盡量避免帶太多現金。如果係第一次去越南啊，南哥都係建議大家咧揀一間可靠嘅旅行社嘅，佢哋咧可以幫你合理規劃行程，提供語言支援啦，同埋遇到突發情況嘅時候俾到及時協助嘅。